喺而家呢個世代，要喺網上面提高成交率，除咗要吸引到精準客戶出精準嘅內容之外，最重要嘅係你要同你嘅客戶同聲同氣。呢個 point 係我上個月同一個大我10年嘅朋友傾偈嘅時候發現嘅。我嗰日同佢講咗句，哇，嗰個人成日都畫餅喎，佢即刻皺晒眉頭咁問我。咩叫畫餅啊？嗰刻叮醒咗我，令我即刻諗起 LinkedIn 前副總裁 Jonathan 講嗰句說話 ：Speak to your audience in their language about what is in their heart。舉個例子啊，我哋阿爸阿媽個年代有婚外情，一係講有第二個或者有第三者，但係而家會講有小三、大陸冇，所以年代唔同，語言唔同，語言唔同，客戶都會唔同喎。上個星期咧，有個朋友揾我做定位，佢係做易經，想開拓海外市場。而我知道西方國家唔多常講易經或者風水之類嘅字眼，於是乎咧，我教佢用 AI 俾個框架佢，要 AI 分析佢嘅目標客戶，佢要用咩語言去打呢個市場。分析咗之後 ，AI 話俾佢聽，的而且確海外講易經嘅人係好少，但相反講加多擺設、講能量提升就好多。咁嚟緊佢就要知道究竟佢出啲咩片可以精準咁樣吸到佢要嘅客戶。而我俾 AI 嘅框架係咁樣嘅，話俾你嘅 AI 聽，我想服務嘅呢一班人，佢哋遇到呢一個問題嘅時候，會用啲乜嘢詞語去表達嘅咧？第一，叫佢生成10個佢哋日常會表達嘅方式。第二，你而家用緊嘅呢個描述，佢哋會有咩第一印象呢？第三，叫佢幫你改寫成為佢哋嘅語言版本。第四，叫佢俾5個適合你嘅短視頻痛點嘅開場嘅劇本。所以我哋做文案內容嗰陣，除咗要針對痛點，仲要揾到目標客戶嘅人群語言。我將呢一套 AI 語言密碼整理好咗啦，包括完整嘅 prompt 同埋實際嘅案例。如果你想要嘅話，你知點做嘅啦。攞到之後咧，即刻測試下你而家嘅語言係咪你嘅客戶啱聽嘅嘢先。記住啊，改變語言，改變客戶，唔好再用錯嘅語言去流失客戶啦。